歡迎大家再嚟捧場收睇飛仔哥嘅講古講民國節目。最近陳濟棠嘅話題比較火啊，我就順勢而為啦，講下點解陳濟棠能夠成為廣東嘅熱搜話題呢？當然，下面都係個人嘅睇法啊，供大家茶餘飯後之後娛樂過下日辰。一切歷史事實，請參照權威嘅地方誌、黨史網站。講得唔啱嘅，請隨時指正。飛仔哥都就嚟退休噶啦，眼神唔夠啊，錯誤就在所難免。提前講句對唔住先啊吓。從陳濟棠嘅相關介紹，我哋可以睇到啊，當年佢拒絕站隊北方政治，唔參與對外戰爭，唔參與黨爭，唔參與蔣介石嘅反革命剿共行為。只係一心一意咁搞好廣東民生，係非常之有遠見嘅。將來無論邊個執政啊，都會讚揚佢對地方經濟同埋子孫後代做出嘅貢獻。至於佢冇支持粵軍抗日，我哋同樣啊，應該以人民至上嘅角度嚟理解。如果佢派自己手下嘅廣東軍參戰，唔單止會俾蔣光頭利用噃，同時好可能仲會影響當時廣東人民嘅生命財產添。點解呢？因為民國時期國家權力無法統一，導致咗到處都係戰爭同饑荒。當全國大部分地區進入咗無政府狀態，咁走難嘅難民呢就會落草為寇啦，成為土匪武裝。廣東曾經就係匪患最多嘅省份之一。聽過飛仔哥演播嘅《粵湘傳奇》古仔嘅聽眾呢，一定都會有印象嘅。金山華僑同盟會大佬阿郭貴貴哥從美國翻嚟之後落葉歸根，翻到鄉下遇到嘅第一件大事啊，就係俾啲土匪夾上，一路就跟到佢翻佛山南海嘅鄉下。好彩佢帶咗支槍防身，同班土匪對射之後呢，就俾土匪綁架咗自己個寶貝女。好彩最後化險為夷啫。於是大佬貴啊，翻到鄉下安定咗之後呢，第一時間就係要去省城求政府派軍隊過嚟剿匪。但係呢，政府啊冇錢啊，加上啊路途遙遠啊嘛，派兵嚟清理土匪啊唔係咁容易嘅。就只能夠要求佢啊喺當地自己組建民團武裝啦。於是郭貴同對頭人阿潘家老太爺兩條老嘢呢，就爭做民團嘅阿頭啊。最後貴哥就收復咗大天兒，採用以匪治匪嘅方法，終於保證咗地方嘅平安。通過問 AI 飛仔哥就得出咗答案啦。原來呢個就係陳炯明啊同陳濟棠嘅剿匪政策區別啦。陳炯明係闊佬懶理啊，等你地方自己出錢維持治安，而陳濟棠呢，因為有自己強大嘅粵軍武裝同地方政府經濟實力啊，所以就能夠鐵腕剿匪。雖然並唔徹底啊吓，但係呢個就解釋咗陳濟棠唔派兵幫19路軍嘅原因之一啦。當年要保地方太平、發展經濟，其實已經係好困難嘅任務嚟啦。如果要派兵抗日啊，就唔會有當年廣東人民嘅安定生活。72家房客呢，就唔會係而家我哋睇到嘅日日小打小鬧，得閒無事就整蠱下太子丙。人民可以生活得咁有尊嚴啦。所以大灣區衛視嘅72家房客呢，能夠永遠有話題演落去，我哋同樣應該多謝阿陳濟棠先生。大家話係咪呢？雖然陳濟棠最後反蔣抗日，導致咗佢眾叛親離下台，但係其實佢都做得冇錯。不過當時國家係需要大一統打仗啊，係唔容許你地方有反對意見嘅。無論佢點做，都只能夠服從國家需要。下台係唯一嘅選擇嚟啦。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啊，
陳濟棠嘅成功同失敗，只不過係歷史嘅選擇，人民嘅選擇。我哋確實冇需要執着於陳濟棠嘅功與過，因為陳濟棠嘅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啦。俱往矣，還看今朝。歸根到底，我哋除咗應該感謝陳濟棠，仲應該感謝歷史係人民書寫嘅，將來嘅人民都會同不斷湧現嘅人民英雄一齊，為實現民族復興而貢獻力量。如果從上面貢獻嚟講，陳濟棠確實可以作為廣東嘅人民英雄啦。當然啦，呢個唔係大家以前理解嘅為國犧牲嘅國家民族英雄，佢屬於亂世裏面為人民爭取到生存發展啊、休養生息機會嘅嗰種英雄，就好似漢武大帝同宋太宗趙光義嘅區別。只要係真正對人民好，大家都會記住嘅。相反，好似和珅嗰種貪得無厭，一個人食咗大清10年嘅財政收入，最後就只會俾人民唾罵，遺臭萬年係啦。廣東人唔中意做官，當然主要係因為語言不通嘅影響啦。所以語言嘅劣勢呢，反為就成為咗廣東人嘅優勢噃。廣東人唔出貪官，只出企業家、民族英雄或者陳濟棠呢種人民英雄啊！歷史都證明咗羅定人講嘅一句話係有道理嘅，就係蔡廷鍇將軍曾經對包括我阿爺在內嘅羅定鄉里講嘅嗰句話，叫做一代當官就3代打磚。佢嘅意思呢，就係當官如果唔做人民公僕，同謀合污做貪官嘅人，最後一定會俾人民拋棄。所以人民利益至上先係可持續發展之路。如果全國人民都能夠學習廣東人呢種民生至上，拒絕官僚主義影響，所謂心底無私就天下歡啊！只要我哋中華民族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都認同一個道理，就係當官嘅無私利，人民就會努力工作，將來就算面對外族入侵，中國人民就一定會團結一致對外。只要一切都為咗人民，其他國家就冇權利對中國說三道四，更加冇機會侵略進來。只要一切為咗人民，我哋就可以大膽對外亮劍，發展軍事、國防實力，用200%嘅民族自信去反擊外國嘅挑釁行為、封鎖行為。好似巴拿馬呢種爪牙國家要對中國耍流氓，我哋就應該勇敢咁支持國家，反擊佢哋肆無忌憚咁侵吞我哋粵人血統嘅企業，侵吞廣東愛國愛家鄉嘅企業家李嘉誠先生經營嘅港口經營權。飛仔哥相信千千萬萬嘅廣東人、廣東籍華僑一定會支持國家對巴拿馬嘅企業船隻進行對等反制，甚至沒收都冇問題。你做到初一，點解我唔做得15啊？如果我哋中國人民連咁樣嘅自信都冇，我哋就會各將不各。大家話係咪？今集講到呢度先，下面再回顧一下廣東人，特別係廣州人嘅人民英雄陳濟棠對民國廣東建設嘅業績。喺回憶緬懷蔡廷鍇將軍呢種廣東民族英雄嘅同時，我哋應該同時感謝陳濟棠省長呢種人民嘅英雄。我哋下集再傾，拜拜。